高雄有民众看到有人骑倒摆经过三多二路，一个骑倒摆民众是一手骑车另外一手抱一个无戴安全帽的囡仔，实在是真危险。警方嘛表示讲会来开出罚单，上侪是当罚这人1100块。 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乌多摆徛伫咧高雄市三道二路，两个大人拢有戴安全帽啊。毋过详细甲看，头前骑车的人手里还阁抱一个无戴安全帽的囡仔，敢若用另外一只手来咧骑车吹油门，真危险。不赞成，真的是很危险。你临时有个紧急状况要刹车，小孩子可能抱不稳就摔倒了。其实我们想开车，有时候停车位也真的很难，所以我们有生活上的困难。 我没有车子让他坐，我一定会给他戴帽子。对，然后就是尽量就是短程，我们不要骑太远。有家长表示，虽然卖骑倒摆来载囡仔，不过会尽量卖骑上远，而且会互戴安全帽啊。嘛有民众认为家长可能是无车，也是找无车位，才会骑乌倒摆来载囡仔，爱提醒家长替因做好防护。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1条5项。 机车负载人员或物品未依规定者，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；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，处新台币500元罚款。警方表示，这个案件也未接到通报，不过调监视画面会当发现到，确实有民众一只手骑乌多摆，一只手抱无戴安全帽的囡仔，违规一台乌多摆载3个人的状况，会开单来告发。社会局嘛表示，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骑车的行为实在真危险，不过无法度判断囡仔敢有受到不当对待，会过来了解详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